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越講越有料。依家45歲嘅香港樂壇天后楊千嬅，自從2009年同丁子高結婚之後，佢同老公感情一直好好，生咗一個愛子 Taurus， 而家仔已經7歲。佢哋結婚10年來一直係娛樂圈中嘅模範夫妻，唔論係公開場合定係私底下，都經常表現出甜蜜恩愛。唔料今日突然有港媒爆出佢哋離婚嘅消息，引起大批網民同粉絲高度關注。咁點嘅事呢？原來今日丁子高喺社交網站貼咗一張新聞截圖，圖中睇到嘅內容用英文標題寫住楊千嬅含淚同丁子高婚姻已告玩完。見到咁嘅情況，丁子高感到非常憤怒，立即 post 文澄清佢同老婆楊千嬅感情好好，婚姻都好美滿幸福，更加指責立心不良嘅傳媒製造謠言，混淆視聽。丁子高話：最近好多朋友 send 呢篇報道俾我睇，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好無奈，好好笑。相信大家都明白，我亦唔需要多加解釋。碰巧最近又有好多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，但呢啲都係我哋控制唔到嘅。而家科技太發達，每個人都可以喺網絡上發聲，甚至可以將啲本來嘅消息刪走，所以出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同唔實嘅報導。希望大家要過濾網上資訊嘅真確性，同留意帳戶加密安全。港媒隨即就呢對婚變嘅事聯絡丁子高，但截稿為止仍然未獲得對方嘅回覆。之後，丁子高又再次出現喺社交網站，同老婆楊千嬅嘅親密合照，強烈證明夫妻感情唔變，令婚變謠言無攻自破。楊千嬅係廣東潮州一個普通家庭出世，父親係一名老師，母親係普通嘅公司職員。年少嘅時候，佢冇諗過入娛樂圈。中學畢業之後，去咗做咗一名護士。喺醫院，楊千嬅睇盡人情冷暖，見慣人生百態。當護士4年，佢由一開始嘅緊張，到後來能夠坦然面對一切，對生死以及人生沉浮都有咗更成熟嘅態度。楊千嬅有細時已經中意唱歌，身邊啲人都話佢嘅聲音好特別。21歲嗰年，佢無意中報名參加咗香港無線電視嘅新秀歌唱大賽，唔想居然一路晉升入咗決賽。嗰場比賽，楊千嬅攞咗季軍，都因此簽約咗經紀公司，正式踏入娛樂圈。經紀公司慣咗搞噱頭，楊千嬅同鄭秀文嘅相貌同風格好似，公司就以小鄭秀文嘅稱號炒熱佢。呢種碰瓷前輩嘅行為唔係粉絲所容。啱啱出道時，楊千嬅一直被罵，出道後嘅首張專輯《狼來了》都係粉應平平，一出道就啞火。楊千嬅壓力好大，但佢係個好勝心好強嘅人，就咬住牙堅持。啱啱入嚟呢幾年，佢為咗喺娛樂圈立足，耍場合嘅商演都去跑，同時唔停提升自己嘅唱功。2年之後，佢嘅努力換嚟咗回報，有咗自己嘅成名曲《再見二丁目》。歌曲推出之後，佢嗰獨特有故事感嘅嗓音一下子吸引咗唔少樂迷。楊千嬅呢個名字慢慢被大眾識得。出道4年後，佢推出專輯《到此一遊》。呢一年，佢亦獲得咗1998年度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嘅傑出表現銀獎。次年，佢一首《少女的祈禱》將王菲比咗落去，攞咗叱咤女歌手金獎。喺頒獎禮上，楊千嬅喊住講咗一句話：我什麼都冇，只有心口有個勇字。音樂上大放異彩之後，楊千嬅開始挑戰影視劇。喺電影上，楊千嬅成咗名副其實嘅帥哥收割機。喺新紮師妹中搭檔吳彥祖，演繹黑道少爺同小女警嘅故事。之後兩人又合作咗電影《千杯不醉》，全程氛圍咁拉滿。喺玉女添丁度，楊千嬅搭檔年輕時嘅陳冠希，
佢首次擔任女一號，將方麗娟演得有趣又感動。火咗之後換賽道，一次重新嚟過，由純歌手到演員，呢係一條全新嘅路。一開始打醬油，到後來擔任女主，楊千嬅亦曾經被質疑演技，但最終仲係拿低金像獎證明自己。呢啲就係好楊千嬅，事業上好用，感情上亦咁。楊千嬅嘅大熱 CP 對象係陳奕迅，好多人都覺得陳奕迅同楊千嬅係真係喺一齊過。嗰陣時佢同陳奕迅一齊參加比賽，兩個人同時攞獎，之後又簽約咗同一家唱片公司，參加同一檔節目。喺節目中，兩個人經常互對，關係好好。楊千嬅啱啱入咗圈時星途唔順，一直到98年憑歌曲《愛人》攞獎。頒獎禮上，台下嘅陳奕迅眼含熱淚嘅表情真係好灼人。陳奕迅領獎時亦經常會 Q 楊千嬅，莫笑啦，楊千嬅。我難得咁認真之後，楊千嬅宣布結婚，陳奕迅喺紅館開演唱會，佢當時披住白頭紗登台，唱咗一首《姊妹祝賀好友》。唔過唔論兩人睇落有幾曖昧，對外公佈嘅關係仲係止步於友情。用陳奕迅嘅話嚟講就係水瓶座同獅子座唔啱啦。楊千嬅正文八經宣佈嘅戀情有兩段，一段係眾人熟知嘅同鄭中基嘅王子愛上灰姑娘的戀情。鄭中基對楊千嬅一見鍾情，而好快展開追求攻勢。楊千嬅生日嘅時候，鄭中基仲專門寫咗一首歌，2月3日高調公佈戀情，狂殺狗糧。唔過開始轟轟烈烈唔代表能天長地久。鄭中基出名花心，同楊千嬅喺一齊唔耐，又頻頻同其他女明星傳出緋聞。楊千嬅無法忍受，直接喺公開場合宣分手，離開得決絕，但楊千嬅都好受傷。分手之後，佢喺紅館開演唱會，一晚上連唱7首歌，期間眼淚未停過，而場內歌聲中彌漫住久久無法消散嘅憂傷同哀愁。幾年之後，楊千嬅出咗一首歌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，裏面有一句要是回去，冇有止痛藥水，攞來長島冰茶，換我半晚安睡。製作人黃偉敏曾經喺社交媒體講過，歌曲中嘅長島冰茶係真有其事。再之後就係同丁子高嘅戀情，兩個人喺一齊嘅時候，外界唔係睇好。丁子高比楊千嬅細5歲，一直係個花花公子。佢父親係做皮具生意嘅，身家過億，佢係屋企獨子，父母一直好寵愛佢。丁媽媽一開始都唔想仔仔同娛樂圈嘅女孩喺一齊，當時傳媒全部都係唱衰嘅，甚至仲寫咗啲唔太好聽嘅言論評論楊千嬅。丁子高頂住壓力，同父母講妥之後，立刻返到楊千嬅身邊陪住，俾佢行動上嘅支持。2009年，35歲嘅楊千嬅同丁子高喺拉斯維加斯拆結婚。3年之後，兩個人嘅仔驚險出世，楊千嬅有子宮肌瘤，結婚後佢意外懷孕。當時夫妻兩人都好鬱結，楊千嬅唔捨得呢份緣分，最終決定生下寶寶。為咗呢件事，丁子高一直好心疼佢，每次講返呢段經歷都眼含熱淚。喺一齊咁多年，呢個男人都俾足楊千嬅安全感。喺生活上，佢俾咗佢無微不至嘅照顧，妻子嘅浪漫旅行到，夫妻頻頻殺狗糧。食早餐嘅時候，楊千嬅想飲凍嘅奶茶，老公擔心佢飲凍對胃唔好，一直撈都過唔停。喺做家務嘅男人度，丁子高依然碎碎念，撈到佢食太多零食。楊千嬅吐槽過老公好煩，但佢又忍唔住承認。呢種碎碎念讓佢感覺好安心。喺事業上，丁子高亦一直喺背後默默支持佢。楊千嬅冇勇氣開演唱會嘅時候，丁子高就推掉工作，
替佢籌備一切，用行動來鼓勵佢。感情上嘅富足，亦反哺楊千嬅嘅人生。佢曾經講過，自己同丁子高喺一齊，唔係因為佢喺物質上有保護自己嘅能力，係佢可以讓佢找返自己。做自己嘅楊千嬅，確實過得越來越快樂。而家48歲嘅佢，仲係好勇，唔過唔會似以前咁不顧一切。佢學會咗調節，將重心放喺接納自己、欣賞自己呢啲事情上。近嚟嘅幾年，香港娛樂圈越嚟越衰退，港樂已死的聲音喧囂塵上，但楊千嬅冇理會呢啲，依然開心唱住自己中意嘅音樂。